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9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花莲中山路一栋大楼挂壁当咧整修，昨暗那就是因为这风收透规因价全咧倒去，拄去夹到下骹一个牵机车的查某人吊伤送医。伫监视器看到伫咧路边的这个婴架摇摇摆摆，尾仔就规片拢倒来，经过车甲奥多麦闪袂赴，赶紧打档啊！规片的铁婴架飞倒伫咧路中，这栋伫咧中山路8层楼的大楼，正伫咧做外壁的整修工程。昨暗8点半，敢若是风伤透，婴架挡袂牢，规个倒来。是一阵风很大，然后我就听到下，就我以为是这边的帆布，可是不是，就看到对面那个整个鹰架就这样迎风倒下。他在补墙，他在整修，哦，楼太大，楼在整修。这台白色的轿车车尾会弄啊冒去，拄好停伫路边的一挂奥多麦轿车也会撼到。还有一位23岁女性要牵车时阵头被撞到，已经送病去。有一位女性民众头部遭受击中，我们现在把她送往花莲医院。目前受困这边有车辆，有汽车2辆，然后机车有9辆。现场有封锁线，双向的车拢无法度过，施工人员赶紧甲因架拆掉。消防人员也斗相共甲一寡无受影响的奥多麦砍菜，车主讲正好加载。开没多久它就掉了，很幸运呐。是因为风伤透挡袂牢被吹倒，或者是工程的疏失造成因架倒来。相关单位也搁伫咧调查，好加载这件意外无造成严重的伤亡。因那交通管制伫暗时11点10分已经解除。记者综合报道。强烈大陆冷气团继续影响台湾，早起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苗栗公馆是干那6度8，气象署是继续针对全台湾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目前伫咧下环山的武岭山顶就一大堆人，但未看雪，玉山嘛结树霜，这风景是不止啊水。透早天也未光，合欢山武岭亭已经是人客甲杂通通咧等势，离山顶的交通也已经大拍架。警方赶紧到现场疏导，暗过天愈光，人车愈多，有民众讲亲像菜市共款。冷气团到位，气温创新低，民众到合欢山等势，人多车多，乱象也多。麻烦508山水的路段违规停车的车子，请你现在赶快停车。警方表示，周末假期拄着冷气团为17暗时上山的人车就真多，毋但停车场全部停满，同样合欢山的第14架线路边也拢是违停的车，互原本就无快线路搁较歹行，警方到场也已发开单。武岭停车场全满，有驾驶路边停车妨碍交通，警方加强疏导并取缔交通违规5件，处理车祸1件。警方呼吁驾驶不要违规停车。入冬第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玉山自备早起5点左右出现零下1.6度低温，树顶也结树霜，正做壮观的雪国景象。气象署表示，整体来讲，周末全台各地气温差不多20度到18度左右。伫自备暗时到29的透早是上寒的时阵。今天晚上整个冷气团强度来到最强，再加上明天清晨的辐射冷却。可以看到，其实各地的低温可能都只有11、12度，甚至有些局部地区，有可能会出现7到9度的低温。气象署提醒，这摆冷空气较大，各地拢是侪云到侪云好天的天气。落雨机会无悬，今日伫东半部有兰山的短暂雨，按算伫拜日冷空气减弱，不过爱需注意日夜温差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真寒，已经有路边的家狗去互寒甲昏去。台北市最近是特别开放几个空间，互家狗会当有所在通觅。因为伫新北市嘛有相关的安置措施。血压有点高，体温有点高，血压跟体温有点高。好，明天要洗肾啊。警察接到通报，赶去土地公庙，台中一名家友已经赶到昏倒伫涂骹。有民皆有疑似因为天气过于寒冷而昏迷倒地。天气冷气机全台的紧急救护，敢若这3日，官方资料显示，非创伤意外心跳停止案件都112件。即马强烈大陆冷气团要来啊，各地也连续启动低温关怀服务。
工作人员到场开始前置作业，只要气象署有报，刚到12度以下低温，台北市都会开设临时避寒处所，现场有涂骹子、困地、换洗衫，提供家友使用。那目前是有开设2处，一处在我们台北车站的 K8，一处在我们万华社服中心。在我们避寒服务这边，不要跟人家吵架，不要喝酒，大家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接受。无厝的人看册、看电视、短暂生活做伙。新北市的家友安置处所是规日开放，除了有防寒场所，其他关怀服务也有供应小的食物、发放御寒物资等等。因为我们的安置处所通常就会是在可能比较偏远的地方，那它会受到限制，它就未必会接受我们的安置。新北市的坐车家友总计是伫850人左右，因为过去拄着寒冷的天气，实际大入来的人数两县市加起来也无到100人。个别来看上济，也就是总数的10%。一样是这里啊，他没有叫我们去，我们不能去啊。社会局我知道，我没有去过。有人说是那个味道的问题。都惊认为搁较寒的刮风冻起来，防止家友寒着。不过未少无数的人经过各项考量，将机会大多数也是选择踮伫原地困。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全台湾路边家友有做名单的大约2000多人，因除了会去困车头、公园以外，有的嘛会去走去便利店内底。政府认为讲，中央到打帮助家友的相关政策，拢干那是野钱咧补助，根本无解决问题。再是联合报，亲情小感冒就走大病院的人，这几年是愈来愈多。健保署按照明年要推动病院总价分区强管的试办计划，大条件要针对极富拍折，帮助分诊减量，达成健保点数1点1块的目标。最后是自由时报。一电废纸选举办公室明年初开始运作，相关的法官经济部是拼明年的第3季要送到行政院，包括明确定出回馈金、甲决策委员会公投等等相关的机制。继续来看高雄的新车头天宝广场完工，行政院长邓英泰是专工落南主持启用典礼，嘛宣布未来高铁要顺过来高雄市区。因平东县是希望中央这行政程序会当走较紧的，互高铁会当经趟来潮州。请启动！落南高雄参加高雄新车站广场诚意天平启用典礼，行政院长邓英泰表示，对高雄的环境也有较济，会将高雄屏东台南规划做大南方新设谷，也确定按高铁南沿岸用高雄方案。最终的决定。我们希望未来的高铁将会来到高雄车站，我们采用高雄方案，造福地方，连接台湾，造福大家，好不好？中央本来期待用左营方案，不过考虑到增加运输量能、行车安全，改做高雄方案。地下化通往市区精细高雄站，搁高架东沿屏东，有个全长大约29公里，经费超过1000亿，也会面临较济拆迁。市道局表示，会配合高雄市大都更计划减少拆迁，搁甲高雄市成立高铁南沿规划工作平台。在综合规划大约是1年的时间，那因为它是表定2阶环评，必须要有4季调查。所以至少大概也是要1年多到2年的时间。对，因为前阵的工法的话，可以尽量不要拆迁。这个案会用2阶宽屏，初步估计宽屏作业时间至少1年。屏东县是希望加紧行政定序。路线明确之后，那然后相关的这个单位，包括铁道局、高雄市政府、屏东县政府这边，大家全力来推动，加速的动土，加速的施作。我们希望高铁延伸到高雄市区。应该要包含小港机场，以及延伸到屏东，应该要以小港机场延伸到潮州。因团认为，高铁延伸屏东落地处，甲代替现有路线并行，对屏东交通运输改革无意义。建议延伸到会当带动发展的潮州地区。屏东县表示，无管倒一案重点拢伫落地处，唔忙早日通车，也会预留高铁往潮州延伸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一个34岁细黄的查某人，和诈骗集团找去做车手共犯，坐高铁去云林甲南投去共收钱，结果现场就抓到人，查扣现金141万。
中华警方锁定这查某人入去这大楼的时阵抓人，原来这查某人是诈骗集团吸收的车手。你送什么？送什么东西？他就叫我帮他送东西。送什么东西？警方伫身躯超出141万元。姓何的查某人表示，家己为自责为新竹市坐高铁出发，先是到云林高铁站收一个被害查某人90万，了后上巴到南投草屯，向另外一个查某人收31万，随去搁到中华园林收钱，都互警方掌到。正与富人面交诈骗取款新台币20万，并查扣新台币141.2万、工作手机1支等相关证物。诈骗的案件实在有够多，台中警方除了拍影片，用 AI 辨认的方式提醒民众唔通相信不明的影片，也分析台中市诈骗的状况。台中市12月到截止，总共发生1960件诈骗的案件，是全国第2名。财损金额有大票12.6亿元，是全国财损第3名。其中用假投资诈欺上济有592件，也有5大涉诈交友软体。歹徒几乎都在交友软体跟网络上来钓鱼接触被害人，之后呢，便要求来加入 LINE 继续做联络，每天的嘘寒问暖，增加被害人之间的信任感。就是说，中国这些都是成本，然后还是来的就是现金，然后走到实体店面去做购买比特币这东西，然后找到对方的钱包。警方表示，这5大涉诈 App 分别是派爱组、CMB、抖音、Tinder、甲探探。被害者出面表示，伊是透过交友的软体熟悉网友，产生感情。对方摕到现金了后，就开始诱导伊下载投资 App， 用现金买虚拟货币转入诈骗集团的钱袋了后，对方就消失。提醒大家都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因为警方涉案政治现金案3000万交保，北检是针对裴振兴以外，包括郭文铁、沈庆景、应晓薇、李文忠4个人，佮提出控告。最新的消息，法院头拄已经撤销裁定，要发挥第2庭裁。交保了后，隔日，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佫行出门卡口，面对媒体提问，敢若苦笑回应，马上赶去律师事务所。这什么题目？睡好吃饱。郭文铁等被告全部得到交保，北检不服结果，伫法院裁定了几点钟，差不多27暗时9点外，真紧提起控告，包含郭文铁为政集团主席沈庆景、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甲郭文铁竞总前财务长李文忠。就前台北市副市长裴振兴有被提控告，不过司法攻防还未结束，即马民众党内各风波。似乎有一股力量想要推动黄珊珊复权的事情。那如果中央委员会跟中评会，要做出这么样大的一个转变，其实这个在外界来看的话，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民进党前秘书长谢瑞光表示，红社党内有人要争取中央委员，想要推动民进党立委黄珊珊搁复权，一直讲这代志真重大，爱护法院意见。不过为当中来看，无相关的规定。共党的中央委员江浩书反驳，黄珊珊无申诉，各共党内免个分裂。中评委的裁示就是确定了，他也没有申诉呢。黄珊珊没有申诉呢，但是你用这种的主张，我说实在的，我们不可能再分裂了。第一个，我没有听过这样的消息啦。如果选出新的中央委员要来操作这件事情，我想不晓得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但是我觉得都要顾及到党内的团结跟和谐。面对党内风波，民进党前立委蔡壁如表示，有听到相关的消息，针对检方提起控告，也敢讲尊重。不过，即卖郭文铁交保了后，民进党的未来情势拢受到外界高度的关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前总统蔡英文今年访问澳洲，有穿一领海军风衣，真侪人拢讲真介意，真想要买。不过因为迄领是军衫，所以袂使买。民进党立委后来就去找人改版，袂互人穿。不过这是引起哪样的批评？这样也要拍啊！前总统蔡英文今年访问澳洲，穿新蓝色风衣，互人学到流行有班。这是海军2020年外新式风寒外套，互蔡英文互人学到是海军上好的代言人，因为是军方无对外卖，一般人是买无。
或许要稍微再想一下吧。对，觉得这个颜色跟外观是觉得还 OK 了，还可以。不过，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也促民进党立委也是立法院国防甲外交委员会常委的王定宇，疑似开团购将军号加做党号。因为那个版权是海军的如果要买的话，可能就是说必须要调整。徐巧芯提出王定宇办公室的便签，指王定宇找到原厂供应商提调海军 ROC Navy 的字样改做 DPP， 占台湾的民进党版本，介绍也比国军服装站原价6500搁较俗。徐巧芯口说例行买150领，看下海军的智慧财产权。王定宇反驳300%自费，也要求厂商免甲军服同款。反倒来呛徐巧芯无代志咧找代志。大概在5200块到5400块上下，这个远远低于我们海军自己要去购买这件衣服的价格。身为召委，还要去贪这种小便宜，去压这种价格，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笑的事。那海军如果要保护他们智慧财产权，想要去提高，感觉上也没有办法，因为呢，他们也会受到一些压力。去掉军服的一些特征，甚至于里面的 logo， 我们都希望是写 DPP， 也就是民进党 Team Taiwan， 不可以有相关军服的字样。法令也兼顾了钱是花自己的，厂商是民间的。海军回应，海军相关服装无开放给民众买，民众家己找制造商买同款的外套是一般商业行为，甲海军本部无关系。蔡英文也捌穿空军造旗队的外套，给民进党学开设计，配色改做绿色，造旗也是民进党党庆的97版。伫过去的选战场合，真侪摆拢有穿出来。记者综合报道。麦当劳最近是爆出主管性侵员工案件，部分民众就发动拒绝食麦当劳行动来抗议。不过，即马所台北建中学生挑工招团去食麦当劳，佮刊文未输咧考试这件代志，这是引起网友的批评。这学校嘛赶紧出面来回释咧。中岛集团去食麦当劳，考完段考都是爱来一点麦当劳。无女权的世界真好。麦当劳前主管爆发性侵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时，北市建国中学1年级某班级26以班级考作伫社群铺文，引起未少网友的批评。好像自己高中的时候，身边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会有这类的想法啦，只是说过去可能社群平台还没有这么发达。资讯的流动量会比过去其实是快很多的，所以大家在发文之前，应该是可以再多思考一下。建中校友104年学生会长何伟如讲，有建中学生认为册读得好，想要讲啥物拢会当，有时阵会表达甲一般大众无共的想法，都显家己的无共，拢无去想背后的代志也是问题。当建中学校声明会室内表示，当初学生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深刻反省了后，苏律师顶新竹高中台南一中有学生写支持麦当劳的地缘，乡中亲像有学生发言挺建中学生，平常外跳社群的乡中校长曾福泰直接回应，唔通将家己教室的巧用伫家己教室好笑，说一点仔拢无好笑的代志顶悬。他可能没有那么完整的去了解这个事情背后大家怎么想，或是然后在表达的方式可能比较简化过。这个在高中年代，他们其实3、4年前才刚经过疫情，只沉迷在网络上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衍生出来现在的问题？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单纯是男校的同学们，老师在教一些相关的性平教育的时候，比较缺少情境化的训练。曾福泰留言提起，建中班上的考作大部分者是智商悬的低社会理解，只看底文低雅音思考的结果，需要的是教训。对此，学生团体也呼应，即马学生习惯看底文字低雅音，无时间也未去思考代志的精美，是爱防重视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公安宫让70年当，今年是搁再做招上天书迎老日，现场是敢若顶头到900顶，其中的高背景建安宫开基太子爷的金尊，正价新物是动用着150两的黄金来打造，金光闪闪。百年的鸡丝头啊，甲古董头旗嘛做一届，隆重摕出来展，现场是热闹滚滚。
副社大街小巷闹猜猜，让72档美加公安局各办3条造就，东头戏上天书2倍登场，其中有200档历史的下南建南局发出桥庆赞，特别甲开机太子爷参马祖请出来，新准无论是正价新保顶物品，拢用黄金落去打造，价值超过1500万，庙方嘛请8个保全专程对调调。感觉好，场面真大，真大啊！安尼哦，系啊，计划是种传统啊，种那个足真高的5倍金啊，系，因为嘛多卡着因啊只。因美加公安局72单无做着啊，多即款庙里出来甲庆赞啊咧，全力甲支持。其他庙宇嘛输人毋输阵，像开基办法案嘛搬出日本时代头期参娘线，那关心屋嘛甲全台唯一的东主爷公请出来祝贺，这就像一场文化嘉年华。找内底庙埕遮一寡古物吼，拄啊找到遮较早差不多100档前的迄个物件，所以讲。要分享给大家。上天书是府城做就重要的传统科艺之一。本书讲述者讲，130年前清朝末期的《安平关杂志》就有记载，若现金较济，就用纸糊的天书；现金少的，就去天公庙请，嘛通看到台南高礼数的特性。府城人就是重感情、重交陪、爱民主。所以每一遍上天书的时候，拢会非常热烈。这边是双倍奉还啦。我来就是讲，咱个欠人2颗啊，72档做少一遍，所以高毕竟伊个会将伊的诚意展现出来。计共24顶升桥上百顶头来落价，高算上万人来参与。这庙宇嘛讲会拍拼甲这个文化形成做无形文化资产。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人人拢爱水，西装用品遮侪款，这观众朋友感觉受过因的台语要安怎来讲呢？台语台上新一档的网络节目《装好水水》，除了会教你1,100款西装的台语用词，嘛要来破解现代流行青菜台语讲法。这拄则你有讲着，化妆水了的。精华液了。了。民众2个人一组，伫时间内用台语来形容各种美妆品，互对方用。化妆台顶的保养品、美妆品满是，毋过你敢知影这款物件的台语要安怎讲？台语台特别打造一个装好水水美容院，带大家做伙来熟悉不同的美妆台语词。这个蜜粉台语要讲，蜜粉哦，当然碰粉。对老师念一个，蜜粉台语要讲。碰粉啊！会当学真侪本地无啥会晓讲的台语啦，系啊。但呀，一寡化妆品也是用的物件要安怎讲？活动过程中，民众哪耍游戏，哪学讲这寡美妆品的台语。民众分享，这是平常时会用到的物件，不过常常要讲煞袂晓。伫活动现场，民众若是拄到唔捌的词，会当透过台语台的台语新词思考查询，也有提供发音予民众参考。要向现场的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美妆相关的台语词要安怎讲。希望观众朋友若是有一寡袂晓讲的台语新词，不管是科技、运动、网络，都会当去台语新词思考查看卖哦。伫台北华山文创园区的这个装好水水美容院营业9礼拜，民众会当小招去体验。也若装好水水是台语台头一个美妆类型的网络节目，要用轻松活泼的方式，带大家了解无同美妆头毛型青菜的台语要安怎讲。希望所有爱水的人斗阵装好水水学台语。记者中嘉义林玉凯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加上辐射冷却，透早天气同款是真寒，过来冷气团就会较减弱，温度嘛会小可回升。明仔载天气嘛是差不多，早起甲暗时这温度会咱真济。台湾各地譬如金门、马祖，拢是济云好天，敢若东部地区会小可落雨。下晡晡天气啥款？来看详细温度。北部地区10度到18度，中部地区11度到21度，南部地区10度到23度，
东部地区10度到19度，外岛地区9度到17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早起新闻》，我是志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